对美国开始嘅赏鸟花，也很多年来喺台湾，未引来很多人中意嘅。听讲唔是叫画图，所以拿笔如会画嘅。几多本单讲到画图，如果毕业人头一摆次画嘅，也感觉讲稀有成就感。赏鸟花一年非规简单，纯简单嘅线条重复去画，安尼呢，心路会停下来，人会过安然自在。新做一啲行业，卢干子、日本安尼唔会受到限制嘅画图方式相多嘅，开始来画一个赏鸟花，同时用教嘅客家元素创作嘅一系列客家赏鸟花作品。想运用画画，从用画画动手指，摸索到限制，才动入规顿。你看这个图，它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然后你就觉得，它是美的，但是你会觉得你不能说它是一个什么东西。这是原本最初的核心，就是把图样填进去，变成一个抽象的图，这是缠绕画。对美国来讲，赏鸟花係一種新嘅畫圖方式，兩當然你推翻也當然好吧。禅就是回归到简单的核心，心神合一的禅定状态。在绕的部分就是一个重复又重复的仪式，所以缠绕简单来讲就是简单的线条重复化，而达到静心、心神合一的状态的一种绘画方式。當學持續嘅盧幹子，而冷於時日接觸到兩種感覺後，一批就本兩種魔術到限制嘅創作方式寫到，幫每項繪版交易，落下同意來分享。这是一个净化的小精油哦，它的成分是鼠尾草，一撮一撮，然后深深的吸一口气，让这淡淡的味道进入到你的身体里。為咗產生就幾個簡單嘅圖組，為引動家出嘅表強數。环境也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会在前面会先让他花一点点时间来到自己身上，因为我们太常眼睛睁开都在看外面，都在注意别人的讯息。為自家可能專心，透過畫圖先觸摸核甜。而定下来我就会知道说，等一下我的画画，它不是涂鸦，它不是随便画，而是我在跟我自己对话，我一个慢慢进入到内心的一个过程。他把画画回到最原始的元素，就是这5个点、斜线、弧线、曲线 S 哈，然后圆圈，我们把所有东西切到最小。看起來動作當複雜，其實當簡單，就係點線停停兒連起來。其實呢，你們就是任意畫直線哦，大概我們就畫到6到8個就好了。那長長短短都沒有關係。睇你先生教解，找你時間小解，停停兒畫。所以我今天準備這個圓磚也是沒有方向的，所以過程裡面你們隨時你想要轉它，你就去轉它，就像開車一樣哈，你就去轉它。我們沒有把它當作畫圖。沒有再畫出，只是想說，想到哪裡筆就自然就走到哪裡，會有一種就是隨自己的意志沒有說外在的說要怎麼樣，說你要特別畫得怎麼樣。分明想要畫嘅嘢，提升上到嘅是係為畫圖了件事情，唔是上到很複雜，所以寫是要無老怕，也隨住幾筆至終止出發的。大小它是小小的，我们一般人一个手掌就可以，所以你是可以在手上画，就会去除着空间的限制。然后他也就是说，我完成一个作品叫做一杯咖啡的时间，大概15分钟、20分钟，你就可以完成一个画作。如果這個學生呢5到75歲都有，冇本年齡，唔是美術嘅吹氣，會卡筆出筆畫。完全都不會畫，小學的時候上美術課是很想逃避的一堂課，結果今天畫了，很滿意耶。老師講得很清楚，而且對我們來講，畫提筆畫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一件事情。這種魔法，一發以後，心很靜心起來，而且呢，可以盡情去發揮這個想象力，我來畫個地圖。本來我數啊動通啊。你啊下進化，我都唔記得我疏通嘅，哎呀，當歡喜。講到自家畫嘅成品啊，要上講自家做嘅畫都安怎？
系啊，健康更满意呢。当我们重复跟规律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清楚知道我下一步，我就是重复跟上一步一样，因为我们有重复就可以规律，有规律就可以持续，持续的话，我们就会自然会有耐心，会放松，会静心。喺客人嘅卢管子，就是把也上到为了两种法，老客家结合起来。在吃汤圆的时候，我就是材料里面有个元素叫圆圈呐、那我如果把这个圆圈结合汤圆是什么感觉？于是我的第一个客家的作品就是这一个。按用之法，其实家也取到东西色，所以除了传统元素融合落去，创作的真系列客家嘅实际出行嘅作品。那金山一般都是比较素的，然后我就把缠绕的线条放上去，它就会有一个新鲜的感觉。圆楼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建筑，但是它也是由一砖一瓦加上客家人专属的巧思，让它变成圆形，然后有很多的生活机能。所以呢，就像是缠绕画，你把它放在，它就是一个步骤一个线条去慢慢堆积累积而成。用冇橋落嘅方式來呈現客家，看到你冇做為見，冇話嘅錯嘅唔錯，無論將者，大家作品都係同意冇橋落嘅，在你自己嘅感覺留方式，當盡心感類法。其實就是一些生活的哲學，而這些生活哲學，在我們要把生活步調放慢跟專注的時候，你才會去覺察這個，而這就已經不只是畫畫，而是一種生命經驗的體悟。簡單嘅線條讓見到連連起來主動排頭，容易說敬業心田，為以專心類法為主感受，畫圖從唔單強，只係畫圖甜甜。